小朋友亲上警察制服，化身小小警察。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安排闯关活动，让大小朋友体验警察装备、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及毒品防查观念。很好玩，哪一个最好玩？骑车车，警察他们要带着警棍，可以打击犯罪。9月份是全国交通安全月，主题是人本交通、天养文化。场地选伫咧饭店的中秋下骹，世界交通标志模拟道路场景。小警察爱开车也是骑乌托邦，互交通甲自我防护观念，亲像树根一般深入心中。环境警化身故事阿姨，透过绘本、问答甲游戏，互小朋友轻松学习。大数据的统计就是从9月起一直到年底，我们交通事故的比例会上升。那所以也透过这样订定交通安全月，加强做交通安全的宣导的方式。那希望提醒国人对于交通安全能够更加的重视，来降低相关的交通事故。从小朋友的一个身上来推广整个一个在行走的时候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注意事项。我想这个是大家责无旁贷的。警察局第5分局强调，透过这类亲子体验活动，唔但会当互囡仔自细汉建立交通甲安全观念，嘛会当纠正警察甲民众的距离。未来将持续推动多元合作，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